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车九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国防部证实，中国的山东号昨下晡就伫咧海峡中线对南向北驶，敢是 APEC 的拜习会有牵连，引起关注。昨暗9点外，有一名70多岁查甫人伫捷运的西门站和旅客小 A 摔架水果刀甲对方恐吓，而且这个查甫人5年来已经有7届记录。大清地提出证件，讲来台湾读册中国学生会当有健保通用。卫福部表示，上紧明年9月开始施行，唔免等6个月啦。讲到这个两岸局势真敏感，国防部证实讲，中国解放军的山东号昨下晡开始呢，就伫咧海峡中线西边对南向北驶，今早起游船伫咧继续。国军强调讲，拢有掌握到这海空气的动态。啊，那这山东号出现伫台海，敢是甲 APEC 的拜习会有牵连，引起众人关注。中共相关区域紧张局势，共军航南山东号进行伫台湾东南外海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12天的远海训练，传出车牌出现伫台湾海峡。国防部证实，山东号车牌下晡开始沿台海中线西边由南向北航行，车到早起持续向北航行。国防部讲，运用联合情感侦手段，掌握海空域的动态，派遣兵力监控应对。中共山东号航舰编队从昨天下午起，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到今天上午8时许，经北部海域持续朝北航行。中共机弹嘛加入绕台，国防部查到共机13台，其中超过海峡中线，加进入东南空域5台，共南5隻，伫台海周边活动，以及殲集苏凯30，拄好伫海峡中线北部空域。山东号最近军事动作真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严密监控，为10月28至11月初5，一直追踪山东航南打击群，伫西太平洋演练570架舰载机起降，所来以顺时针的路线通过巴士海峡，再过经由海峡中线上北，分析军事意图，外界研判山东号可能上船关岛。它的舰载机歼15基本上是非常重型的舰载机，然后它的设计上面也还有一些缺陷，所以它整体来说，它的航空战力是相当有限的。那么反而中共的航舰战斗群对台湾而言最大的威胁，反而是它周边的那个护卫舰可能携带的那个长程巡弋飞弹、公路巡弋飞弹这些火力对台湾而言可能是更大的威胁存在。学者认为，山东号是传统动力航艦，应该是登去大连警报，加另外一只航艦辽宁号，拢做训练用途。现阶段也是无法度加美国的航艦打击群对抗。颠倒是拜习会伫要伫 APEC 上场，山东号这个时阵驶入台海，时机真敏感。不过学者研判，政治意图可能性较低。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昨早起伫苗栗通霄外海发现一只230吨的铁壳船伫咧违法掠鱼。咱的海巡人员唔惊风雨，游船爬上去船去检查，查到250公斤的鱼货。照法律规定，这款物件拢爱平登去大海。那船只还有船长、船员等13个人，拢押登去台中港海巡基地侦办。船老大，停船！咱国海巡署巡航艇车牌早起伫个苗栗通霄外海20海里巡逻的时阵，发现中国铁壳船下过界掠鱼仔，随公报要求因停船受检。人走开！船老大，人走开！现在人员已经过去。这只230吨的铁壳船一直撇来撇去要逃走，迄当阵海顶透90风，应有甲3公尺悬。海巡人员伫后壁足10外分，尾手有登船去检查。查到差不多250公斤各种的鱼货，专案以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甲这只渔船甲中国籍涉空的船长，还有船员拢总13个人，全部押去台中港侦办，也那鱼货全部倒转去海里。民船非法越界捕鱼事实明确，依据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规定，将该船全数押返台中海巡基地码头侦办。他们铁壳船如果越界捕鱼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渔获量减少嘛。我们是拖网的话，跟他们拖网缠在一起、搅在一起，互相拖到的话，他拖到我们的网，我们一样是损失，也是求偿无门啊。台湾中部的海域现在有中国渔船上空上芳，下过界要掠鱼仔。渔民讲，上界烦恼的就是渔获量会受到影响，还有若是渔船烧崩、渔网烧到田等等，若造成损害，恐惊无地讨赔。海巡署强调讲，会无定期规划扫除海顶非法的活动。渔民若是拄到争议的事件，会当透过118报案的电话，
或者是渔业电台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八有提出来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会当列入去健保的证件。卫福部表示讲，上紧在明年9月开始呢，中国学生就当亲像其他外国学生同款，免待满6个月就有通用健保啊。中国学生加入健保的问题，这年来拢无解。不过，副总统嘛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八提出中国学生比照外籍学生纳入健保的证件。卫福部讲，上紧113学年度，也就是明年9月开始，中国学生比照外籍生，若持有居留证明文件，唔免伫台湾待6个月，就会当加入健保。这个部分因为没有涉及修法，那我们会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那相关的时程，行政院正在研议啊，公告后就可以实施。你只要到这边来就学，那我就提供健康的一个保障。跟这个3年的疫情期间，我们发现防疫真的不能有破口。目前的制度开放外籍生来台湾读册的期间，摕到有效居留证，而且伫台湾待6个月了后，才会当加入健保。拄来台湾的6个月，敢若会当投保团体伤病医疗保险。未来制度修改了后，会改做中国学生甲外籍学生，若是摕到居留证，就会当同步有健保的资格。卫福部表示，目前外籍生一个人1个月健保费差不多826块。未来制度修改了后，外籍生甲中国学生的保费可能会调悬，不过调偌济也未确定。我是正面看待，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前提，比如说他是否会，比如说卫福部他是否会借机提高全体境外生的保费。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是正确的，比较可惜、比较遗憾就是说，可能还是就是来得迟了一点。因为2020年，中国宣布暂停中国学生申请来台湾。目前伫台湾的中国学生差不多是3000人，大部分是硕士甲博士生。行政院表示，会就中国学生加入健保的问题做下部会建议，除了确保健保制度稳定发展，嘛会提供外籍生伫台湾读册期间健康方面同款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金门伫4月传出国中的代课老师用强迫的方式呢，逼查甫学生翕一寡肉感的相片，这受害者要到30个人。学校的调查小组认定性骚扰有成立，而且甲这位查甫老师停止聘请，而且伊规世人袂当来兼课，也袂当做代理教师。不过，这名老师伊是真不服，提出申诉。最近家属也收到这学校的通知，甲这位老师的处罚改做是4年来袂当聘请做兼任，也袂当来做这代课甲代理教师。而且跟原本的判决差距太大，学生像小孩子，他们也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他申诉的时候有理由，理由是什么？我们会检证他跟我们的法规是否符合我们的程序。受害者的家属觉得对这一个结果不能接受，那他可以启动他的救济程序。对于本地规世人袂当做代课代理老师，变做是4年来，因为这采取有变轻，烦恼讲这个学生会受到这个老师的影响，来受到伊的侵害，所以这个家长呢来指控金门县政府是伫咧暗唬这个老师，无排除去到县政府抗议。教育处表示讲会依法来召开关层级的这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审核学校的调查程序甲听取敢有符合规定，而且依法办理，请学校到教育部甲这名老师同步去到无责任教育人员的资料库内面。有一个70多岁查甫人，昨暗9点多，伫咧捷运西门站的时阵，含这旅客小 A 了后，却熊熊举水果刀啊出来，甲对方恐吓。警方到现场甲伊压伫涂骹，而且发现讲，这个查甫人毋是安尼生做，毋是头一届咯，这5年来已经有7届记录啊。老先生行出电梯，雨伞推行，甲旅客有去小 A 小客，熊熊停落来，官底下摕一支刀出来人。大家好啊，讲吧。警方做伙甲包围，提棍啊戒备，趁机会甲刀啊抢落来。代志发生伫捷运西门站，这个姓林的老阿伯，初八暗时9点外去地下3楼坐捷运出电梯，甲旅客小客着，就开始抢声，刀啊，搁摕出来人。反对特别在捷运公司通报林姓老公进站时加派警力掌握动态行踪，第一时间即在现场予以制止、压制、逮捕。
71岁老阿伯眼镜无生分，早就是重点关心人物。107年到即马不良记录有7届，拢是因为让位的问题、小客的事件，甲人去冤家，就伫捷运站内当众人面人刀啊！应该蛮可怕，就是那个症结的那种。其实依法有规定，炸危险物品会当卖甲载，不过刀啊放伫挂包内底无现出来，嘛会当自由进出。目前有部分国家会伫地铁站加装安检门。较早都立委有提出，咱台湾是不是嘛爱比较办理？应该有吧，有金属或是什么的那种检查的门。可是很难想象进捷运都要过安检，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单一的个案，然后去做这么大的改变。目前台北捷运的维安有184个警力维护，面对常常惹代志的人，站务员会靠人人通报保全甲环境动态来跟踪。不过就惊无法度，大概拢有看到，所以民众坐车时阵也是爱提高警觉，注意边仔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苏澳早起发生一桩死亡车祸，一位66岁刷石车的驾驶，经过宁德工业区的时阵呢，去弄到头前的奥多拜，造成骑奥多拜相载这2个人拢死亡。司机的酒测值是0。也那这台刷石车的公司呢，顶个月照一台拖拉机伫新澳磅空发生弄做伙的车祸意外。这事故发生是伫咧单红灯了后，刷石车要正弯，骑奥多拜是要行直的，刷正弯的时阵去甲弄到奥多拜随交过去。这2名相载是男女朋友，送到病院拢救无回来。警方是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甲司机函送地检署，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交通部伫今年6月开始呢，针对着违规来临时停车恢复检举，而且这记点的新制度也来推测，却引起职业驾驶的抗议。落尾是宣布讲这记点先暂停，不过过路人的民间团体就召开记者会，认为交通部就要坚持这交通安全底线是袂当退让的。但是呢，有这假停车工会是认为讲，交通部就要先修法保障驾驶的生存权。交通部今日表示讲，配套措施伫咧完成进程，对即马开始临时停车伫咧顶仔卡违规停车的项目，暂时拢未记点。人命安全不能暂缓，交通政策不该转弯。过路人零死亡推动联盟含各路权团体初9是做伙开记者会，针对违规停车记点的交通新制，敢要渐慢执行，讲一定要纳入更较侪过路人的想法。针对记点制要怎么样去做调整，不是说不能够去做讨论，而是说要有什么样的方案，应该是各个不同的用路人一起来讨论。如果现在直接暂缓实行的话，可能会让一些不守交通规矩的驾驶更肆无忌惮，所以我觉得绝对不能暂缓的。好，交通部甲压力讲咧，政策袂当凊彩改，才当捍卫过路人的交通安全。针对过路人和职业驾驶工会无同的声音，交通部回应讲，会小可调整2个记点制做法。22关市每隔100到150公尺红线，伫压力位至少10拍黄线，提供临时停车进程，因为人客货物的上路车造成违规临停，未记点但是会罚款。另外，伫顶仔卡违规停车，但是有留行人的空间嘛是共款。针对过路人和路权联盟的诉求，交通部和地方政府讨论讲，互驾驶人有落回载客的空间，会为黄线段来处理。嘛，辅导民众莫伫危险的路口挖角来砸车。特别是机停车驾驶员职业工会是爱交通部赶紧来改记点的做法。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它是属于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规，所以部长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变动。我们是退而求其次，告诉部长说，那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职权范围里面先修记点的执法？交通部讲，人客货物若是违规临停，但是无妨碍人车的通行，会当劝导免记罚。但是伫配套措施完成进程，人客货物上路车的临停和顶仔卡的停车违规，拢暂时唔免记点。交通部长王国才希望年底进前，各县市拢完成临停区的划设。记者综合报道。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又冲到3%，市场也伫咧关注讲这央行敢会搁再升息的。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通货膨胀增加主要是受到风台影响，央行会搁再观察。也那台湾的升息敢是已经结束啊？伊是态度真保留，认为讲应该是也未结束。另外，央行的业务报告指出，外汇存底投资组合甲利息借款列入去。定出每年5%成长率的目标。
金融政策不安，为了确保安全甲流通，中银行超前部署，要甲利息借款纳入外汇存底。总裁杨金龙在今日的发言表示，央行重视利息借款支持的永续发展，已经定当年外汇存底利息借款要以当年有5%的成长目标。是不是超前布局要将这个绿色债券来纳入？这个外汇存底每年增加5%，它的成长率了，所以我们第一年已经是达到了增加率是10%，第二年2022年呢，已经将近14%，2023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增加到将近是23%。初期主计总处发布10月 CPI 年增率，为9月份的2.93%扩大到3.05%，冲破3%，创下9个月以来新高。国内央行深受可能国债相关利息压制，因为美国联准会已经连续2届拢对相关利息打动不过也是保留相关利息的选项。台湾相关利息卡步敢已经结束总裁杨金龙无甲话讲白。我们也还是有保留了应该是还没有结束，只是说像美国啦、英国啦，还有欧元区啦，还有其他的那个加拿大、澳大利亚，他们呢都已经是几乎是到达最高点了。那台湾呢，基本上呢，因为我们通膨率也慢慢在下降，现在到12月中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它。杨金龙表示，目前台湾通货膨胀比其他国家算温和，10月通膨率较悬，主要是因为风台，会当阁观察一段时间。但是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测，咱国今年经济成长率无法度保一。伊认为，以央行预估今年 GDP 的成长率会伫1%至1.5%，呈现 U 型翘悬，而且明年出口会慢慢转好，经济成长率的表现会比今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以色列军队初步宣布开放4点钟的时间，要让5万名加沙市民去南部避难。以色列表示讲，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加沙北方的控制权咯。不过，加沙地区的医疗、卫生等等的条件，抑阁是真歹的。联合国是继续呼吁停战，而且也拢谴责双方拢有犯着战争罪。南爆发寒行李，一寡民众准备造反，规个加沙市拢伫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火下。以军初步搁再呼吁百姓撤离，估计有5万人伫以色列，互因的4点钟的时间离开加沙，去南部避难。不过加沙即马4界拢伫烧战，运送入来物资无够供应数量真侪难民，超过40间病院人员用完停止运作，若无法度救治伤患，也互真侪产妇甲新生儿出现危险。كل الأجهزة الموجودة أمامكم هذه ت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في ظل عدم وجود التيار الكهربي سوف تتوقف هذه الأجهزة جميعا عن العمل。一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医疗相关团体，伫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示威，诉求停战，并重视加沙地区精彩医疗卫生状况。联合国是提出3点捍卫人权，要求提供加沙地区有够的人道援助，释放人质，也甲终止占领。并且指出，双方拢有杀害百姓，拢有犯着战争罪，呼吁双方随停战。Let me be clear: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double standards. We must instead insist upon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against which we must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this is abou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拜三伫约旦河西岸屯垦区领袖会面，谴责以色列强硬派对巴勒斯坦百姓的暴力行为。因为纳坦雅胡2天前才甲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即届安尼讲，互人认为是美国施加压力罕见的讲法。以军目前持续伫北加沙地区巡守。国防军发言人表示，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以军目前无打算全面停战，不过因为人道理由，会伫特定时间暂停攻击，互百姓离开。公司新闻两岸编译。即马现代人万项代志拢爱用网络，不过这澳洲第2大电信业者拜三唔知是为怎样，这网络熊熊断去，上无影响到上千万人，连这救护车、警方的电话线路拢未通，火车巴士伫人济时间也无法度驶啊。说来有真侪民众拜三一透早醒来，就发现讲无法度去咧网络，对上班到去银行办代志，拢总受到影响。Well, I can work, just that I can't get into the office because my office has a specific app
which I need to download and use Bluetooth for. And because I can't open the app, I'm unable to get Ashley into the office today, so that's even more annoying. I'm looking for a bank, and when you can't go onto your Chrome or Google, pretty much you're lost. 原来因拢是澳洲第2大电信业者澳青通信公司的用户。迄讲这间业者因为不明的原因，网络的服务是忽然间断线，包括手机啊、市话、宽频网络拢受到冲击，若拍乱一般民众生活的步调，连救护车和警方的电话线路嘛拢断去。中国造成明年本地尖峰时段火车和巴士拢袂当驶，真侪店家无法度用电子支付，生意是达5成。It started from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we just couldn't get any customer in. Everybody's paying like EPOS, but luckily we still have a few regulars that still carries cash around, yeah. And then we have to do some IOU to all my regular customer. 这场网络断去的恶梦是对澳洲当地的时间拜三透早4点左右，是一直到下晡要5点半才完全恢复正常。超过1000万人，大约4成的澳洲民众受到影响。业者目前排除受到网络歹毒的攻击，等在深入调查事故的原因。不过1年外前，澳洲通讯的网络被攻击过，造成超过900万客户的资料拢被偷提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伫中美洲的巴拿马有一场反政府抗争，已经超过半个月啊。有一个查甫人，就可能是不满示威民众甲车路挡掉的，就加请单死2名抗议人士，嫌犯也已经被警方抓起来了。根据外国媒体引用的资料，画面内底这个白头长的查甫人是萨达斯，今年77岁。伊当咧家伫路面顶物件，影响交通的抗议人士争论的时阵，伊为落地啊提出一支枪，了后甲抗议民众放伫路面的障碍物刷开，双方冤甲一半，萨达斯向开枪，头一个着枪的示威者当场全咧劈落，第二个人伫着枪了后，伊甲手搭伫倒边胸坎，表情看着真艰苦，无偌久了后嘛伤重死亡。了后警方赶到位，甲萨达斯抓起来，毋过并无扣手铐，伊嘛无反抗，乖乖啊坐起警察车离开。这个事件，互半个月以来，巴拿马社会对起来局面是更较紧张。抗争的原因是巴拿马国会10月份通过决议，而且由总统科索迪签署生效的法案，授权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会当伫全球上大露天室当控制伊的多诺索矿区，持续开采20年。期满了后，业者会当看情形，搁延长20年。这个法案引发部分民众强烈的不满，要求爱撤销法案，甲外国的矿业公司赶出因的国家。Totalmente constitucional, totalmente legal, para acabar de una vez por todas con ese contrato vendepatria y que tiene a toda la población en rechazo y abocado a la calle y no se retirará de ella hasta que sea derogado dicho contrato. 金融时报引用政治学者的分析指出，巴拿马的民众会持续激烈抗争，背后的原因毋但是为着反对东矿的开发。是物价大起等等，好百姓的生活是海惨，也阁有中央偏左路线的执政党，民调嘛真歹。无论东矿开发案最后的结果如何，巴拿马侪年来营造投资环境良好的形象，即嘛是规个土乌土。目的甲摩根大通拢调降对巴拿马的评分。另外，按算明年5月的大选，属于保守派前总统马丁瑞利，目前的支持率是大幅度领先。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1972年，美国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中国就送大鸟禽，当作是外交礼物。美国的国家动物园当年开50万美金，甲中国租3只大鸟禽。不过，即马这合约到期啊，这鸟禽要送去中国，外界拢认为讲这代表美中关系愈来愈歹。华府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镇园之宝大鸟型美香甜甜小记者这家伙啊，特别结束美国的生活，登去中国的消息。在确定了后，动物园的鸟型区，逐天拢客满来看伊最后一幕的游客，甚至还有袂少人是为其他州开车赶来，亲像是800公里远的北部密西根州。Don't want to miss it at all. We've been here like 3 times. This is our 3rd time in the last month, and enjoying every minute of it. 100 times. Yeah, there you go. You did what? 100? We went to the zoo 100 times. 现年25岁的美香甲26岁的甜甜是2000年到美国的，饲4只小鸟型，陆续拢有送登去中国。留伫身边的小记者是3岁。华府的国家动物园投入几落100万美金伫个鸟型的照顾甲研究，特别是生团的项目。园方原来有架设24点钟的鸟型摄影机，监控因的行为甲健康。
当年支付50万美金的租金，予合作的中国保育团体。It is a moment with some heartbreak in it, but it is also a moment of joy because we are celebr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world's longest running conservation program for a single species. And the more than 50 years that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se animals, giant pandas have been moved of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list. 1972年，美国尼克森总统访华了后，中共以大鸟行做两国外交关系友好的礼物。即马无要继续签，也互人解读是美中地缘政治关系无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鸟行2019年回国，孟菲斯动物园今年4月离境。华府的3只鸟行走了后，美国就敢若剩伫亚特兰大动物园会当看到这种古锥的动物，因的租约也伫明年到期。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前台南机长郭信良涉嫌利用台南电视主办定位案，甲这土地开发商乌西上清班。也因为这个开发商呢，和高雄大树的这个定位案是同一间，两案的自救会成员做伙办记者会抗议，讲因是向强迫参加定位案的。童话不是秃鹰生财工具，童话不是。要求政府向予人民土地正义，包括台南甲高雄的反自办中华自救会成员，伫立委甲学者的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批评前台南议长郭信良涉嫌以台南电视的自办中华案，甲土地开发商讨上千万，拢去予检方起诉。因为这个开发商还阁牵连高雄大树卡的2件中华案，无愿意参加中华案自救会成员，今仔日上北举行记者会，抗议引起红强迫爱参加中华。自主推动了这样的一个美名呢，完全的推翻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呢，坦白讲，我们不愿意参加的地主呢，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这就给我们不愿意从化者一条活路，拜托，谢谢。自救会希望讲检调爱深入调查这个案件，嘛强调讲，既然是主办的，无愿意参加的人，就应该卖包括在内。嘛希望改进估价的天数，达到中华了后评定的地价、甲市价一致的机制。你们的土地全部都要拿出来，这个自办式一同化变成是一个侵害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的权益。相关的规定是有一些机制啦，但是可能在这个机制上面还需要再做一些的一个修正，是不是让它更强化哦？针对这点，内政部回应讲，虽然是主办中华，不过相关的法令确实也有检讨进步的空间。那立委要求讲，伫月底进前爱提出改善的方案，若无会陪同自救会成员向监察院寄发相关政府的官员。记者综合报道。有业者呢，要伫咧桃园新屋起一个鸡仔屠宰场，煞引起在地居民反弹。再起呢，居民甲妈祖车上新桥，刚来到农业部头前抗议，烦恼讲这太鸡仔场设落去了后，污染含交通问题会愈来愈严重，也不管这地方含中央互相塞来塞去。农业部回应讲呢，这国内确实需要新型的屠宰场，只不过业者也是爱含地方有共识就是。民众做伙把新屋天后宫妈祖銮桥为火车顶扛出来，把妈祖特别请来农业部，是因为有业者按算伫离天后宫300公尺的所在兴建屠宰场，逐工要抬10万只鸡。天后宫董事长李焕昌讲，到时阵北方一个头，唔拿妈祖靠，规个庄仔头拢受灾。这种改变，土地厂商让我们居住的环境，可以说以后这个。一群鱼米之乡荡然无存。不要血水，不要污泥，拒绝污染，抗争到底。将近300个新屋区本港里面大声发口号，表明反对屠宰场。里长是烦恼到时阵火车运送鸡仔，毛阁硬飞，屠宰了后的废水污染环境。不过去中央甲地方真正拢无得到正面的回应。人神共愤的事情啊！农业部是在打假球。农业部是在打太极。农业部讲无拍鸡球，却无施工国内逐工需要800鸡75至80万只，确实是有兴建新的屠宰场需求。本案也搁伫咧新设阶段，包括设施设备、空气、垃圾水这些冲击，拢必须加强说明。桃园市政府嘛必须加强说明这个计划的合理性，也甲无法度用其他代替。在地方的沟通跟说明，取得地方的一个
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业者安算伫新澳本港兴建将近1公顷的屠宰场，强调要离开人较侪的所在，用智慧科技打造新式屠宰场，有些隔离带，未有居民烦恼的污染问题。车辆的进出嘛闪开当地民众惯使用的路，不过在地居民也是无法度接受放条要控情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网络伫咧流传一段影片，伫中华呢有一领黄色号码铺伫半空中，家己会伫咧路里飞来飞去过车路，造成民众惊吓。落尾警方去查，才发现讲是一个姓曾的查甫人，为着好耍，甲这号码管轻去，害人会误会。警方也讲该移送法办。黄色雨伞铺伫咧空中，也搁伫咧路的西街。网络最近流传这段影片，指出这个月6号深夜，彰化县溪州乡中山路一带发生灵异事件。警方调查发现，当地一名40岁精神男子，案发迄当时站紧伫咧附近，而且操纵铺伫咧空中的雨伞。通知到案说明了后，承认犯案，供称手法是使用氢气助力风拔的雨伞，单纯是为着好耍。他供称呢，他是将黄色的鱼的头、手还有下摆的部分，利用双面胶将它密封以后，注入氢气，然后把它漂浮在空中。雨伞铺伫咧空中的影片，经过媒体报道了后，引起了热议。警方一度研判是边仔工地放电动机手，去高速车辆带往路中。有议员更加要求警方3工之内破案。报道分局伫咧过日上百基的路口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影像了后，总算接获线索，宣布破案。涉案的精神男子家属是代表向社会致歉。我这若是事实，伊做的，我做事大人，我会代表，会使代表伊向咱社会负一个责任，以后这种代志袂阁发生。这阮会严格。警方强调，曾男的行为已经造成民众惊吓，危害他人安全，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移送中华地方法院检疫庭裁处。不过，法界人士认为，也有讨论的空间。其实这件事情，要不是说因为媒体有一直持续报道，人家才会去重视，否则像一般这种状况来讲，警方根本不会去介入调查这件事情。像这种只是很单纯的恶作剧，而且当时是晚上，其实也没有什么行人呐。那你说社会秩序维护法，我不觉得他要扰乱到什么安宁，也不足以惊吓到别人。精神男子会面临3工以下的拘留，也有3万块以下的罚款。警方表示会持续来调查曾男确实的犯案动机甲氢气的来源。记者中华报道。住伫咧社区大楼，一寡噪音呢，常常互厝边头尾冤家扭济。即高雄美术馆特区有一栋大楼。这住伫楼骹着指控住楼顶的拢无伫咧管囡仔，互囡仔伫遐乱跳乱走，乒乒乓乓，噪音真严重。落尾是甲楼顶告要讨赔偿30万。不过政治委捌这过事件，发现讲即寡声音有可能是对别站楼传来的，加上这证据无够充分，落尾法院判楼骹败诉。拖椅啊、拍球、行耍，这声音有当时啊，若伤济就会变噪音。高雄美术馆特区这栋大楼5楼的住户，即日6楼登记又在囡仔伫厝内乌白床，制造噪音，提告讨赔30万，不过煞告诉。不能排除原告在5楼住家所听到的声响，究竟是来自于楼下3楼、4楼住家，亦或楼上6楼、7楼住家的可能性。高雄地方法院讲，顶一任的主委捌做实验，若是3楼讲涂骹棒，5楼听会到。5楼讲涂骹棒，3楼嘛听会到，因为大楼这款的声音可能会下楼站来传播，加上提告的住户因录影的证据，无法度判定噪音是为倒位来的，所以无法度证实源头就是6楼。洗澡的声音啊，或者是一些日常就是生活作息的声音，他们有听到。就我这边居住了已经算第6年了吧，平常其实我是没有听到什么噪音啊。这栋大楼起好已经7年。现任的主委讲，两家伙的纠纷已经有3-4年，当透过其他的管道互双方协调。不过，有住户认为讲，这栋大楼隔音算袂歹，无真正听到噪音。缓冲性的材料，如地毯、地垫，或者是有一些专利的产品，他们的确可以有效的阻绝那个声音的传递，而且效果也不错。专家指出，大楼楼地板的高度，伫921地动进前是12公分高，了后是15公分。有的高级厝为着要降低噪音，高度会增加到18至25公分。
一般家庭要预防噪音，买当安地毯，而且住户若是共同注意声音的大小，效果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主审会一礼拜四来开幕，今年的展览是以治安做主题，邀请到 LINE Meta 等大型社群业者，做伙来为着这防治诈骗来拍拼。亲像 LINE 内面的卖国骗官方笑话，民众只要甲这网络顶头奇奇怪怪谣言、相片、影片传去，因着专门记者替你做查证。数位时代先行体验。台北主审会主办时起国，现场的 AI 科技应用，也有游戏通互民众体验。今年以所谓领航治安联防做主题，邀请所谓发展部、社群业者等等做伙参与。这几年因为网络消费真普遍，民众各自涉到的案件是直直增加。所谓发展部嘛辅导业者运用稳备技术来解决。党方表示，科技唔但是互生活愈利便，也通用来保护民众。包含我们的银码技术，包含我们的111的简讯等等。那在电商朋友们的协助之下。的各自外泄通报件数，就从3月、4月的最高峰到上个月已经归零了，已经变成了0件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就可以一起建构同时具有韧性跟信任这样子的数位世界。为着要防止诈骗，有业者建立事实查证的网站，民众只要甲网络奇奇怪怪谣言、相片和影片传去到LINE内底，卖个骗的官方笑话，因对有事实调查的记者专门来做处理。那假如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建立在这个不实资讯的内容上讨论的话，就会造成很多问题。针对这些细节去做查证，然后把它分门别类，然后再做成像这样的查核报告，然后告诉民众，这个是真的或这个是假的这样。另外 ，Meta 原来是多数人定爱使用的社群媒体，因和警政署合作开发开讲机器人，让民众家己做诈骗集团，安尼对诈骗的手法嘛愈了解。主审会展览对11月初9办到12，除了防止诈骗的推广，也有真济科技应用的主题馆开放给民众来体验。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传统的主动脉瓣膜手术开刀是开患者的胸坎，那阵患者身体不好就较无适合。即马有新型的导管主动脉瓣膜电话手术，通好让这患者做选择。这个手术的空喙真细，复原也真紧。较早爬去7、8坎嘛，就一定爱迄棍啊，喘过才会使搁行啦。即马免啦。2楼甲3楼爱迄3摆。80多岁的黄先生过去常常会喘，去年11月发现是中度的主动脉瓣膜受压，今年7月份变重度，赶紧开刀。另外一个要70岁的俄罗斯，今年9月份确诊重度主动脉瓣膜受压，迄时随时拢有可能会死亡。我心脏没有喘，可是会蹦蹦蹦跳，第2天就住院检查。接着就手术。80多岁很多我们讲的，不管是男士或者是女士，大家都会觉得可能80多岁活动容易喘，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所以也没有太去在意。主动脉瓣膜受压是一种退化性疾病，会造成血流过心脏的方向无正确。70岁以上的时代，有3.4%的人可能会有重度主动脉瓣膜受压。除了传统需要开胸坎的手术以外，现在是也有新型的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空喙细，过2天就通出院，通互民众选择。但是若无健保给付，收费真惊人。健保主要是针对无法开刀或是属于高手术风险，这当然呢有我们的评估标准。手术到出院，那这个瓣膜还有一些其他的健保不给付的东西加在一起，130万到140万之间。医师提醒，严重的主动脉瓣膜受压有3大症状，会感觉胸坎痛、昏气，亲像高喘这款心脏衰竭症状，提醒高年龄层的人要注意。另外，亲像最近温差较大，较高发生心脏方面的问题，提醒民众要注意温差，穿好少，加补充水分。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讲到这物件会黏袂黏这件代志，影响到咱的生活。事实上，黏是一种科学哦。家机关举办科学特展，要互囡仔激头脑，了解这会黏袂黏其中的科学秘密。东西嘛，什么东西可以用胶水呢？导管之工向囡仔小解展览的内容，囡仔摕合适单伫会场内底拿找线索，拿体验生活当中甲黏有关系有啥物。家己关科学教育中心用黏来做主题，举办科学特展。玩树蛙的感觉很好玩，玩的时候那个
脚都没办法用起来，可以就是手你可以拉鞋子的那个东西。然后他怎么样？他的实力很强。我感觉上好耍的，就是用钓竿来钓物件的。在这个地点当中，有设计真侪爱动手体验的所在，嘛需要囡仔去头脑找到物件。家己关科学教育中心就讲，科学不是干那课本的公式，亲身体验才是上好的学习。透过黏这个意象呢，去教导孩子黏这个科学，在物理上它什么东西会造成黏，在化学上什么东西会黏，黏跟不黏呢，在使用上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对他们而言，它最基本的就一定是有额外新的科学知识，以他们透过操作性的东西去想想看如何把这个谜题解答出来，这个过程可以训练到孩子们的逻辑推理跟思考的能力。家己关科学教育中心配合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举办这个黏性科学的地点，目前针对家己关的学校举办1天的校外教学课程，暗算伫明年嘛开放予民众参加，希望让科学知识的学习会当愈来愈普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由高雄3位在地青年组成的台语朋克乐团刷戏红仔机，因成立3年啊，因的作品也拢唱出这上班少年人的心声。因即摆参加高雄市青年局举办的音乐制作计划，推出新的作品要发表，带观众朋友先来听看卖。这首歌敢有唱出你的心声，原本伫学校甲朋友感情真好，毕业了后办同学会，朋友煞无来几个，因是台语朋克乐团鲨鱼娃娃机。这3位青年历史拢是上班族，下班了后就变成乐团成员。原本因拢是伫无共乐团，3当前才组成这支台语朋克乐团。团长表示讲，因为朋克音乐就是爱日系感觉，用台语唱就是有这款开口。而且阮是 punk rock， 所以讲用台语来写歌会较有迄个power。这条歌就是要写好，就是讲你爱珍惜你身躯边的朋友，就是后边你若看到你，就大声甲伊讲 long time no see。虽然爱情真重要，不过人生也是有更加重要代志。这是鲨鱼娃娃机歌曲风格，因3个人分别是主唱、贝斯手、甲鼓手，甲其他乐团歌曲较无相同。因的歌较活更生活，不管是有关着身体健康，也是以上班族为主题，唱出真侪人心声，表演嘛充满活力。阮无想要写有爱情的物件，阮就会写一寡较生活的啊，较上班的啊，较就是讲就是朋友之间的代志。鲨鱼娃娃机上新发表这首《Long Time No See》是参加青年局举办音乐计划，由专业的老师指导完成。这首歌曲要伫11、12两天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头一摆发表，希望大家做伙感受台语朋克的魅力。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文化部最近这几年有推动艺术入校园的计划，希望学生接触到文化甲艺术。今仔日特别邀请舞蹈团体透过手艺结合舞蹈，这启创学校有听力障碍学生也会当体会到表演艺术。舞者透过手艺结合舞蹈，认真来演出。因为台下的观众大部分拢是需要手艺来沟通的启创学校的学生。虽然对这学生来讲，较无法度对声音来感受到表演，不过校长表示，透过视觉来欣赏艺术演出，对这较少看舞台表演的学生来讲，嘛会当伫因的心肝底留下艺文所用的底底。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会有机会，因为视觉上快速的转换，在他的思维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只是孩子们的表达能力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终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我相信今天的表演会对他们产生一些新的影响。文化部最近这几冬有在推动文化体验教育，伫咧疫情解封了后，嘛积极扩大办理。除了一般的学校，嘛为特教学校来规划。面对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变怎让因感受到表演创作？
伫咧演出进前，表演团体嘛是真侪苦心。舞蹈的过程里面有很多，还是会希望有音乐，要有声音来搭配，才是一个完整的演出。怎么样让听不见的朋友看这个演出的时候，透过一些所谓情境音的解释，让大家可以完整的去感受这整个创作的真正的意涵。所以这一部分，我想我们也会跟表演团队这边来逐步的讨论。文化部表示，今年得到补助的艺文团体拢总有42个，包括戏红啊、舞蹈，甚至百家将这个传统艺阵拢总有。文化部嘛鼓励艺文工作者进入偏乡甲特殊学校去推广艺术表演，希望让学生唔免全工行入剧场，会当感受到艺术的水。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带大家来平湖佚佗。Today I will introduce this spot. 我今日要介绍一个私人的景点。哎呦，是哦！住伫这块都市景观的人讲游景，来地区啦。这摩西分海，后面的人就伫遮。来，我后面拍摄哥，这流水吼是我算。这要安怎食？哇！一起死啊！嗨，大人生气。음식内底，大家都想讲我伫美军，我就拍摄歌，啊，想这小王哥拍摄样，拍这来下，讲感觉我袂使安尼啦。其实我弹吉他就弹电感开始，做学徒的时阵，就拢造价，啊，伫美军就做，全部拢做秀。这个市，大行都会哈。因为安尼，所以大家以为我是天才啦。所以我来讲，我唔是天才，是因为迄个直接的物件多。公司台语台好看电影，拢伫这台。大卫，第一个你跑来。趁伊也会记你。要出去散步了吗？你是谁啊？阿嬷，你敢知影咱即摆的总统是谁？蒋经国。妈妈讲，我无适应地球的生活。阿波罗，囡仔兄。唔是因为我歹去啊，是因为我注定要做一个太空人。哎，你着甲冤家相拍，你唔敢来拍拳？军职真远。是要用什么办法，甲恁两个交代啊？我问恁有无拍拳知未来？你才讲。你先等我一下。天机第2号。我重要，有啥物代志比我搁较重要？即摆因出人命，你知无？拜六暗时9点，请准时收看《公司台语台》。
阮为厝内人战斗的时阵，竞争进入白热化，大军汇集，战火延烧。即马阮所面对的是决战时刻，这是阮故事上尾一个章节。拜六暗时11点，无尽天堂赛伦盖地第2季。你这只死仆狗，我绝对无可能招你！你真个害我鱼，我绝对无可能招你！啊那安尼就莫怪老师咧无客气啦。阮种这个地，种这个地就是这边五红线红啊，桥亭。啊，我毋知讲自家物件，哦，古早就咧讲自家物件，希望讲会当咧继续甲保存的。礼拜日暗时7点半，台湾技术铺。